启禀少城主，此人乃威猛山山匪首领孟过。威猛山位于花园玄虎两城交界之处，是往来商队的必经之路。孟过占据此山，拦路抢劫，过往商队苦不堪言。现已将其擒获，如何处置？韩硕，赶紧求情收下他吧。原剧本里孟过可是你麾下一员猛将。既然抓住了，就将他杀了。母亲派我们此次前来，就是为了解决此事。怎么说着就要杀呢？多吓人啊！那依少城主，该如何处置？少君呢？少君打不打算要这个人？也好，那就留着此人，留在。大丈夫士可杀不可辱，可惜我功败垂成，要不然就将他押到我山上做押寨夫人。风流快，把老子横幅拿来！横幅呢？什么横幅？横幅不清楚啊。生擒少城主，霸占陈芊芊。那就把他砍了，砍了！不是你不要了？威猛山的人马狂，谁不要他呀？此人对你包藏祸心。你不要，我要。孟国居心叵测，占山为匪，迫害百姓不说，还想把你押回去当压寨夫人，你简直痴心妄想！我有一个灵感。孟过这个名字啊，我突然想起来一个典故。哎，你们有听说过？谁啊？你们有听说过那个诸葛孔明吗？此为何人？一个军师。要把他请来吗？啊，不用了，有我在就好。把他放了吧。为啥？我要放你，你还问我为啥？等着被砍呢？要杀便杀！我今日就是带了一小队人马前来刺探军情，看你军营空虚，我才来突袭。可惜你砍了我也行，我威猛山兄弟定会报仇。那，你们听到了吗？今日如果把孟过给杀了，那威猛山无首，日后必有大患，更加难治理。想必以韩少君跟二姐的实力，擒拿威猛山山匪再简单不过了。但现在重要的是，我们要让他们改掉这种侵犯他人私人财产的行为，说服他们，为我所用。放了吧，芊芊没事就行了。快点！我随时会走。这儿，哈哈哈哈！三位此举可有把握？有，七擒孟过嘛，七抓七放，必定心悦诚服。对不起啊，让你分心了。这件事怪我，没能早点赶回来。你刚刚想替我挡刀，我全看在眼里。没事儿。以后无论如何，都不许再这样了。啊？还有些事要弄个清楚明白。昨夜我和韩少君彻夜未归，到底是谁暴露营地引来孟过的？煮粥。